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怎么样来练习？今仔日早起要唱的3首圣诗，咱对后壁唱转来吼。先开505首，505首，我要忠实。咱先请苏琴弹一解。咱唱第3节就好，吼，第3节。请咱若是会当将圣诗摕起来吼，一边唱一边来看。3来。圣诗会较有写，圣诗的倒手边会较有写，即首圣诗的歌词甲迄个 melody 的作者吼。即首圣诗的歌词真特别，因为即个 Howard Walter 牧师，伊是美国公理会牧师，确实伫23岁迄当。受派去伫日本的迄个瓦西达，就是早稻田大学教英文。伫迄当伊写一首诗，那应该是讲批啦吼，转去互因妈妈。结果迄首诗就是咱即马唱的即首圣诗的歌词吼。好，咱搁来唱第3节，搁来唱一解。第2首的圣诗是圣诗第194首。
第194首，这首咱拢作写的吼，其实今仔日的要唱的3首的圣诗拢作写，所以咱第194首，咱来唱第2节，嘛是对头到尾先弹一下。第2节，3来。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的因真理，真理的声来自我起来，大有给每个过来，那我听见的天老里，我心变得爱你气息，归我依靠，互我家己，其实的心。好，这首圣诗是伊的作者真特别吼，是咱规本圣诗内底较少的女性的作者，伊嘛是美国第一位将圣诗出版的女性的圣诗的作者。这首圣诗的歌词其实是对诗篇的190篇第18节来，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咱若小可注意一下，看第1节，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第2节，开我的耳孔，互我听见；第3节，开我的嘴唇，互我意爱。所以目睭、耳孔、嘴唇，吼，讲较歹听就是五官全开安尼。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尽量照咱抒情的迄个节奏吼，因为咱写的圣诗拢做爱愈唱愈拖吼，请咱千万唔通拖。咱嘛会惯势伫上后一节的时阵，会愈唱愈慢吼，请咱唔通安尼。要愈唱愈慢的时阵是上后一节的最后一节才慢落来安尼吼。所以咱咱来唱第2节，耳孔第2节搁一解。今仔日礼拜的第1首的圣诗，第281首，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咱来唱第2节，第3节。来。上帝跟我同在，当有平时后开，满心满足为对变白，实在
有一个所在群情服侍，困求主啊，落听是群情吼。好，来第三节，前奏。三，来。上后一个提醒，这首圣诗有阿门，所以咱在唱的时阵唔通袂记住。咱今仔日的练习到这，请咱备办心来做礼拜。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列邦花花好，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逍遥。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作为，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做回来吟圣诗第281首。上帝只是临在，请徛徛吟。
请咱留言徛者，做伙仰头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若毋是你人民台湾这块土地的子民，照殖民政策的这个政府，阮即马就无母语好讲。照集权政府的主张，阮即马就无自由。照白色恐怖的国家暴力，阮即马就无人权。照体制教育要设定的目标，阮台湾人就做堂堂正正的的中国人。照拼经济所要爱的价值，现主时城乡差距都毋是问题。照选举动员的惯例，就爱制作族群的对立。照基视的社会文化，就学建立文化多元的族群甲尊重。面对阮人内面出来迄个济济无清气，互阮正人、台湾人、所有人过去甲即马拢遭受真侪苦楚，互阮拄着济济困难。你是阮唯一的愿望，阮需要上帝你的拯救甲医治。阮相信你要医治阮，亲像伫圣经，阮安尼读着安尼讲。当阮叫上帝讲主啊，你若肯会当互我清气，迄时阮的无清气就要随时无去。原来即时用这个愿望，用主的教示的祈祷文来讲，愿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也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3篇。启应文第43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12章，咱做伙来启应。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有对我受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溃烂，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大锡安的人啊，着欢喜唱歌。做伙来吟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徛起吟。
请坐。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愿感谢你是阮救赎，阮愿你掌权，互阮领受圣神，用谦卑看无家己，尽阮所领受的恩赐，伫你的面前喜乐服侍，欢喜敬拜。求你开拓阮的心门，通过黄牧师的正道，领受到你怜悯甲快乐，帮助阮赢过内心的罪性，互内心的无清气得到医治。伫基督内面接纳甲阮无共的人，领受新的活命，彼此相听，为主来做干净。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23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23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有法利赛派的人，甲一寡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斗阵来找耶稣。因看到耶稣的门徒，有人用无清气的手，就是无洗手就食饭。原来法利赛派的人，甲所有犹太人拢接受祖先的传统，若无照法度洗手，就无食饭。对市场倒来，若无洗嘛无食。因阁遵守其他真侪传统的规例，亲像洗杯啊、罐啊、东器、甲床铺顶。所以法利赛派人甲经学教师问耶稣：啥怎你的门徒用无清气的手食饭，违反祖先的传统啊？耶稣应讲：以赛亚所讲的，关系恁遮的假好的人的预言真对。伊安尼写：这个子民用嘴唇尊敬我，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教士人，因敬拜我拢无采讲。恁竟然放杀上帝的诫命，去接受人的传统。耶稣阁讲：恁为着要接受传统，用巧妙的方法来拒绝上帝的诫命。摩西命令恁着孝敬父母，佮讲骂老爸也是骂老母的人应该处死。毋过恁讲，人若对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讲，我应该和恁的已经做过年版。过年版的意思就是献给上帝的礼物。恁就准伊免弘扬家己的父母。恁用恁所传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恁阁做真侪即款的代志。
耶稣阁叫众人来，甲因讲：恁大家拢着听我的话，着了解。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物，无一项会互人无清气；对内面出来的，才会互人无清气。耶稣离开众人，入去厝内，伊的门徒就问伊即个比喻的意思。伊甲因讲：安尼连恁都无明白咯。恁嫌无了解，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拢袂互人无清气。因为对外面入去的，毋是入去心内，是入去腹肚内，后来放落去便所。耶稣安尼讲是，指所有的食物拢清气。伊阁讲，对人内面出来的，才会互人无清气。因为对内面出来的，就是对人的心出来，有歹念头、私通、好体、凶杀、奸淫、贪心、邪恶、奸诈、放纵、妄图、诽谤、骄傲、袂晓分别是非。这一切邪恶的事，拢是对内面出来，这才会互人无清气。愿上帝为和照伊的话去行的人，来得到清气。这时，咱要请戏班诗班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伫这时，刻咱着快乐。
这时，请春生牧师讲道，题目是祖先传统的正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希望诗班所吟的诗歌的歌词，真水，会讲起伫苦难的时阵，伫苦难的时阵，咱会通即时得到快乐。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信心，才会通互咱伫苦难的中间，会通带着笑容、快乐来跑走头前的路站。也愿这首诗歌所带来的信息，来成做咱的帮赞。今仔日，咱伫礼拜后，咱主日学的学生甲老师、家长。有准备这个马可福音的总复习，因为这段时间来，咱的主日学生嘛是在学习马可福音的信息，所以因已经到伫最后的时阵，课程的总复习，所以因要通过这个游戏，所以咱每一位兄弟，咱拢会当留落来，甲主日的学生伫遐闯关。看老师安怎通过这个佚佗，做阵来复习对马可福音的理解，也邀请咱然会通做阵来参与。咱今仔日继续会看到马可福音，咱已经来到第7章，但是咱来看圣经的时阵，咱来有一个理解，圣经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所以伫第7章的时阵，咱嘛爱去转去到第6章的延续。第6章的最后讲起啥物？讲有真侪人去摸耶稣的衫躯，就是伊的衣角。伊的衫躯摸到的时阵，会通安怎得到医治？但是要摸到衫躯以前，是耶稣的学生两个出去宣讲，甚至耶稣。75000人也宣讲，所以得到清气是甲宣讲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第6章甲第7章内底所要表达的。摸到耶稣的衫躯，甲问到耶稣的宣讲有啥物款的关联？咱若转去到伫民数记15章的记载。上帝捌命令以色列人，伊的衫都爱做衫躯，要那个衣角的坠子。伊要提醒伊的百姓，就安怎爱追求圣洁的生活、清气的生活。所以望到耶稣的衫躯，这伫犹太文化内面，那亲像会甲因提醒。这个衫躯是甲上帝话、甲宣讲有关系，真正会通带来生命的清气，是爱遵守上帝的话语。伫第7章就继续的演说清气的正义，到底是遵守祖先的传统，才会通得到清气，也是亲像耶稣伫遮。通过先知的话宣讲的信息，才会通带来清气。这款的冲突，也是耶稣上帝国运动会面对耶路撒冷当局，咱讲全面的对决啦。所以真紧的，伫后一章，咱就能看到耶稣预言家己受难。甲国外的代志，马可福音内面，咱会通看到前半段、前7章，拢是互咱看到耶稣大有能力，行奇事、医病赶鬼。但是到第8章，耶稣会甲法利赛人安尼讲，因为因伫遐要求神者，耶稣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无有神者要互这世界看，无有神者要互这世代来看。煞接第8章后壁一描写的耶稣，已经毋是迄个大官能的耶稣的形象，乃是进入
受苦的奴仆。这拄拄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讲的弥赛亚，迄个受苦的弥赛亚。现在咱就来看耶稣伫上帝国运动，伊面对上大的这个冲突、争议甲挑战。首先，咱来看的是第1节到第4节，遮所描写的。遮会描写讲对耶路撒冷来的人来见耶稣。其实圣经内面有马可福音有记载2摆，第1摆是发生伫加百农耶稣徛起的所在，有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认为耶稣的能力，伊会通赶鬼医治。马可福音3章22节，这经学教师会指控耶稣是靠着鬼王的赶鬼，迄是第1摆因落来的时阵做第一个结论。迄是耶稣医治的时阵所发生的。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第7章，这是第2摆。所以咱看到耶路撒冷的经学教师，因的宗教当局要来看耶稣到底会变什么出头。因伫即回第2摆来的时阵，拄好耶稣的学生因伫遐啉食就影响讲到清气的代志。咱若回顾伫第3章就有记载，有一个安息日伫会堂内面，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拢伫遐怎会偷看耶稣伫安息日会做啥物代志。果然耶稣调过伊伫安息日的中间，医治一个手孤单的这个病人。所以当因看到耶稣医治人了后，马可福音第3章第6节会讲起，法利赛派的人出来会堂了后，马上甲希律党的人参详，要安怎来对付耶稣。经文内底记载讲，要如何杀害伊。所以咱伫即款的背景的内面，咱就会通看到。犹太宗教中心耶路撒冷所派来的经学教师来见耶稣，因的目的毋是谦卑要来学习上帝国的真理，毋是，反倒当因伫遐要来收集有关耶稣违反祖先的证据，违反祖先传统。什么是祖先传统？第2节到第4节内面有甲咱描写一寡，伊的描写是讲洗手清气的例，嘛包括洗杯啊、洗碗、洗东器、床铺等等。若是这段经文是要写予犹太人看的，应该免详细交代。但是咱会当看到第3节安怎描写。第3节安尼讲，原来法利赛派的人甲所有的犹太人，拢有即首祖先的传统。这个描写就互咱知影，马可福音第1代的读者，无全然对犹太的律法了解，兼且就是要互咱知影，马可福音这本册。嘛写互外邦人来看，所以外邦人咧看的时阵会奇怪，啊，到底恁犹太人的传统，甲我有啥物地带？所以作者伫遮爱做一寡解说，因为对外邦人来讲，因伫犹太人的目睭内嘛是无清气，这个祖先的传统，祖先这个语言。伫原文的意思有长老的意思，这也意思讲，对古早以来，无论是犹太的这个族长，这长老口传落来的口传的教示，累积起来，这是祖先的传统。伫
伫主前586年，南国犹大亡国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时期，犹太人的中间就出现一批专门咧教导犹太律法的专家，称作文士，也是讲经学教师。因迄当时咧反省国家的灭亡，是因为因无遵守圣经的诫命，所以因受掠归回了后，就是伫以斯拉甲尼希米的时代，因就将摩西五经的律法，因伫遐做一个全面性的整理，整理出613条。迄个时阵，法利赛派的人也开始出现，意思是安怎？因分别出来，要来遵守这的律法。经学教师法利赛派，因毋是干那通过这个律法的道德生活来过，因搁伫遐将这的诫命，搁加上因的解说，扩大因的分析，后来定出规千条的这个诫命，伫犹太人的生活中爱去遵守，去规范每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应该爱安怎过日子。这等于是10条诫，搁扩大，那亲像围起来，搁围起来，愈围愈宽。经过300-400年，才会口传的这个律法归纳做文字，这就是今仔日耶稣的时代所拄着的。耶稣的时代是犹太国教派，咱讲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种掠家己为正统的犹太教认为，迄个托拉就是摩西五经，因的解说上正确，所以伫遐逐派拢有因的解说，愈来愈开阔，愈来愈限制愈宽。毋干那安尼，每一个教派拢在比较，阮即派较敬虔，因迄派无敬虔，所以愈行愈极端，愈来束缚愈大，行往一种律法主义。所以对当初时犹太的社会来讲，这祖先的传统的约束，等于是安怎？上帝为摩西的律法，迄个要求是同款的，所以带予百姓真多的动荡。总讲一句，这祖先的口传律法，已经安怎？互人当作是上帝的诫命。这已经毋是掠上帝话语做中心，乃是掠人的解说做中心。所以，煞遮咱来看第50甲第7节，伫遮描写的。伫遮咱看到耶路撒冷落来宗教权威，因咧质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无遵守祖先的传统，用无清气的手来食物件？如果即句话是咧问咱想象咱若是迄当时的犹太人，咱可能一问，咱就安怎毋知影要安怎回答。但是咱看到耶稣的核心的价值真清楚，伊知影这个宗教权威是建立伫人的解说，用人的话做中心，毋是掠上帝的话做中心。所以耶稣的回答，伊就是转来到伫上帝的话语。所以耶稣伫遮引用以赛亚书29章13节的话语，会讲起，讲恁遮的百姓认为要敬拜我，恁干那用嘴唇来敬拜，心却是离我远远。这是以赛亚先知的时代，伊就看见这款的情形。耶稣称呼这群人叫做啥物？假好的人，假好的人。
现代中文译本甲翻译假冒为善，假好的意思，原文是讲演戏啦。演戏要创啥物？敢是互家己看？毋是，是要演互别人看。所以真清楚的，耶稣看出即阵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因只是伫即个仪式上的演戏的专家，因的心内并毋是真正要敬拜上帝，也毋是为着要来引带人民来建立真实的信仰。法利赛派的起源，就是文士以斯拉以来所建立的，迄是愈来愈行往律法主义，甚至伫礼仪上真做演戏的人。这已经偏离犹太信仰，所以耶稣甲引用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就是要将犹太信仰带转来到伫先知的传统。法利赛派家己掠是遵守圣经的诫命，但是因其实是掠人的解说、祖先的传统来取代上帝的话语。那亲像摩西的律法规定，祭司要进入圣所的时阵服侍，爱洗骹洗手，爱洗骹洗手。咱台语讲洗骹洗手是啥物？罗麻、火解、认罪，我就抓我要洗骹洗手，离开江湖，这叫做洗骹洗手。迄当时祭司伊要服侍的时阵，因需要洗骹洗手。这代表是啥物？我对内在的火解，但是法利赛派的解说扩大这个诫命，本来是规定祭司需要洗骹洗手，但是伊扩大一般的人民，你的生活中间，你嘛爱洗骹洗手，才会当食物件。迄当时的洗骹洗手是啥物？有一个水。倒手有一个，这叫洗手；倒手有一个水滴正手，这叫洗手。这是一种仪式，是表演。耶稣的批判是这款的表演假好，这款的束缚，其实到伫今仔日，咱嘛会通伫现代的社会看到。犹太人有真侪社区、大楼有迄个安息日电梯，这种电梯伫安息日的时阵，逐站拢会停，因为安怎？有的犹太人正统，所谓正统，就是遵守祖先传统这款的犹太教的人，因爱安息日的时阵会坐这种电梯。啊，若无即种电梯的时阵要安怎？就爱伫遐等，酷酷啊等，因为市电梯有迄个电的接触，叫哪点火啦。犹太人规定，伫安息日的时阵袂通点火，所以因的电梯就有一种的叫做安息日电梯。啊，若无安息日电梯的时阵要安怎？伊就是外口伫遐等。有人试落，伊就安怎对伊后壁紧撞入去。啊，迄个人若要到10楼，啊，伊若是徛起伫8楼要安怎？伊就坐到10楼出来，搁行落去。这就是现代有一寡所谓正统的犹太教是安尼遵守的。这是真咱讲真罕古的代志。我顶个月。去参加中会伫邦桥希尔顿饭店，遐有办在职训练。到伫遐的时阵要坐电梯，我伫遐试，迄是拜一。入去了后，才发现迄台电梯写一个名，叫做安息日电梯啦，安息日电梯。哦，原来即款的大饭店，阁有安怎特别为着所谓正统的犹太教徒
所备办这款的电梯，就是到伫礼拜五日头落山了后，电梯一站一站拢会开门、关门，所以你拢免试。你入去了后，你要到大，你要到10楼，所以伊对2楼开始，每一站拢甲你停到10楼，你甲落去。这款的安歇日电梯，恁兄弟，耶稣其实所拄着的，就是迄当时犹太人这款祖先传统的正义。迄拢是人的话解说，真做足济的框架，甲人限制。耶稣是倒来到伫先知的传统，掠上帝话做中心。安尼法利赛派经学教师是掠人的解说做中心，是一种祖先的传统。这两款无共款，一个是掠上帝做中心，一个是掠人做中心。煞者，咱来看第8节到13节，到底是废除上帝的话，还是成全上帝的话？第8节真清楚地指出，迄当时宗教权威、这权威者的问题。因是掠人的话语做中心，因为因的解说已经大过上帝的诫命。所以伫第6节，咱通多看到，耶稣用以赛亚的经文来纠正。现在第10节，耶稣用民数记来提醒。所以耶稣的话拢安怎？会引用先知的册，会引用摩西的律法。伫民数记30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记载摩西将以下的指示交代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若有人向上帝下愿上抓，袂通安怎失去伊的信用，一定爱照这个话去行。但是法利赛派的人安怎？咱讲取巧，台语叫啥？偷食步啦。咱现代台语的翻译叫做取巧、取巧。若是较一般台语的讲，叫偷食步。闪撇上帝的命令，闪撇家己的义务。原本这个国语版、个尔版，迄个意思是上帝所献的祭物，你若献予上帝，你就袂通安怎？出尔反尔，伫遐佫用偷食步的方式去解说。法利赛人就会当家己去解说上帝话来符合家己会通行、会通做的。因就是用这种国语版，讲这已经献予上帝啊，毋是我无买这个养饲爸母，因为我的钱已经奉献予上帝啊，所以我无能力过来友好爸母。我既然奉献予上帝，安尼上帝家己会去照顾我的爸母。所以国语版迄当时已经成做真流行的借口。律法上也要求以色列人爱去帮助善车人，但是有人嘛讲我已经献这个国语版，互上帝啊，互圣殿啊，上帝就安怎会去照顾这个送香人？所以国语版真做献予上帝这个物件，真做一个借口。毋敢若是当初时真流行。甚至咱咧看起来是六国属国，六国属国种五花八门太济。因为伫迄个考古的中间，有一个代志，就是讲伫基伦西谷的所在，学到第1世纪耶稣的时代第1世纪，犹太人的一个石头的棺柴，迄棺柴甲拍开，内底有一排字，有一个亚兰文的这个专家。Facemeyer， 伊将这段这个阿兰文甲翻译出来。迄棺材顶头刻啥物？你敢知影？这棺材内面的物件拢是个尔版，
拢是献予上帝。啊，刻伫棺材顶头刻这个字要创啥物？因为头摕无梦的人安怎？互因知影，这已经拢全部献予上帝后，死人骨头嘛献予上帝后，所以你袂通偷摕。你甲看，耶稣的时代拢流行个尔版，我拢献予上帝后，连棺材拢献予上帝后，你袂通偷摕。犹太经典塔木德内底有一个故事，会讲到一个行好的个尔版的故事。讲有一回，有一个真出名的rab比，这个希律，伊真猖狂，伫街仔路咧行，互伊的学生看到，伊的学生就去甲问先生啊，你到底什么代志，遐尼猖狂要去带？伊的老师甲讲，我要去行善，我要去做好事啦。结果伊的学生想讲，老师要做啥物好事，我嘛对来看。结果安怎？老师是教伫一个罗马的公共澡堂三温暖啊，即摆来讲就是三温暖。学生记咧讲，老师他会走去三温暖要去做善事。啊，这个老师安怎解说？你敢知影？因为学生甲问讲，老师你毋是讲要来做好代志，啊，你太走来这个所在？迄个系列这个rab比就安尼讲。讲罗马人时常将因的这个雕像漆甲非常的清气，其实咱嘛需要保持清气。咱保持清气，这就是一个人上大的善事啦。最大的善事就是保持洁净。所以伊通过安尼讲，我通过安尼会献予上帝。家己去洗三温暖，讲这是做善事。这法利赛派迄当时，伊即种个尔版讲献予上帝做借口，这其实是废除上帝的话，来推卸对父母的友好，来推卸对伫送乡人照顾的义务。这拢是耶稣基督所要批判的。所以，咱也需要对这款的历史的中间去反省，唔通掠上帝做借口来闪避家己的责任，这是非常要紧的这个代志。煞只咱来看14节甲23节，法利赛派甲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因是尊叹人的解说祖先的传统。这款人的解说人的传统，已经影响犹太社会400-500年。所以到伫耶稣的时代，迄个改革转来到伫圣经，转来到伫先知的传统，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伫遮14节咱看到，耶稣调集伊的学生心中，对学生讲。恁大家听我的话，也爱明白。15节内底，耶稣甲学生讲：，这食物拢是清气的。既然食物拢是清气的，恁敢要继续尊叹祖先传统迄个食物率清气的讲法吗？学生伫迄个中间，耶稣因挑战。咱若斟酌去看到罗马书14章14节，使徒保罗其实就是转来到伫耶稣的观点的成全律法。罗马书14章14节安尼讲，我凭着对主耶稣的密切的关系中间知影，食物本身就是清气。若有人掠伊做无清气，安尼对这个人来讲，迄就是无清气。所以保罗其实互咱看到，伊对耶稣成全律法这件代志的中间，对伫装车时的教会有一款的教导。煞只耶稣伫21节到22节内面记12个例，
重新定义什么是清气，甲无清气。总讲一句，真正的无清气，是出自人的内心、人的心灵。无清气的概念，伫迄个时代，也包括伫即个无共款种族的范围内面。因为犹太人以外外邦人，拢互犹太人当作是无清气的，所以这是后一回第7章24节，咱就会看到耶稣为什么调过伊去外邦人的所在去处理，互学生知影，恁目睭内所看到的外邦人无清气，但是我甲恁讲，因的信心比你较大。这是24章。咱后一回会看到的，咱来想看卖今仔日这段经文带咱什么款要紧的反思？我想咱爱去家己问家己，咱敢会亲像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吗？这个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因是咧主张一种掠人的话语最中心，毋是掠上帝的话语最中心。因是掠因耶路撒冷，我这是安怎宗教的地位较悬，我看轻迄个庄卡所在的人，对耶路撒冷看加利利，那亲像对台北的看其他的庄卡所在。耶路撒冷比较较有学问，敢是安尼？比较较高贵，敢是安尼？耶路撒冷敢较敬虔，敢是安尼？对耶路撒冷落来经学教师，因要来看卖这个拿撒勒，他会当出什么款的高人？因要来看卖加利利这个甲外邦人混合徛起的所在，到底有什么款的敬虔的派别？因是看轻的人。对耶路撒冷落来经学教师，因就感觉家己是高人一等，因了家己是律法的固守者、执行者，甚至是裁判者，但是毋知到底清气甲无清气是啥物。但是伫耶稣的目睭内，你安怎看待人，你的内心都表现出你敢有清气啊！所以人的清气是对人的内心。耶稣捌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内面安怎清气圣殿？耶路撒冷敢有较清气？无啦！耶稣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嘛伫遐为着耶路撒冷伫遐哀哭。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稣安尼哀哭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死济济先知，搁用石头拍死上帝找来你遮的使者。我几啊摆要保护你的子女，亲像家母压家仔囝伫19个，但是恁无愿意。有看到无？耶稣嘛是用先知的话。伫遐哀哭，因杀死先知，毋敢若杀死先知，先知的话已经安怎放伫一边，用人的解说，用人的话来取代先知的信息。弟兄姊，咱甲想看卖，咱敢会亲像耶路撒冷落来的人？咱本身敢有耶路撒冷的倾向？我们会不会有耶路撒冷的情节？台北人有台北人的情节，掠家己安怎？哇，我遮是安怎？地位较悬，较好，敢是安尼？所以有人会讲台北是天龙国，其实这嘛是一种反省。咱敢有掠家己亲像耶路撒冷，我高高在上这款的地位？若是安尼，咱真正需要去悔改。过
过去真侪基督徒习惯称呼还未入教会的人，讲即款人是安怎世俗人。讲到世俗人即个字眼，这本身就是安怎有看轻的意思，看对方无清气，世俗。恁兄弟，咱敢会安尼看其他的人是世俗无清气？但是咱看到耶稣来到世间，为着人来定死伫十字架顶，搁活，救恩临到所有的人。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3章27节到28节，保罗安尼讲：你已经受洗礼，甲基督合一，就亲像上这个基督有伊的性命。无分犹太人、外邦人，无分奴隶自由的，无分查甫查某，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面，拢加做一体。保罗一只会互咱看到，已经拆毁犹太人甲外邦人的分别，奴隶甲自由的人，逐个人拢平等，性别也平等。伫基督内面拢成做一体，所以伊有所书2章14节，保罗会讲起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伊安尼讲起，基督亲自将和平赏赐予咱，伊互犹太人甲外邦人合做一个，用家己的身躯杀倒迄个三对立分裂的墙。法利赛派经学教师口传的律法，是不断的扩大迄个围墙。原本敢若10条界，后来扩大613条，后来搁扩大，围起来愈来愈大，几千条的。刘兄弟，伊有所书2章14节咧，甲咱讲起。耶稣一来，拢是来杀倒这个围墙啊！连兄弟，咱来去反省，我们不要带着从耶路撒冷的经学教师的心态，迄个耶路撒冷来经学教师的心态，看家己是敬虔，看别人看无，这是耶稣所批判。第二项要紧的是要互咱知影，咱如何互咱的内心清气。其实马可福音，耶稣上早讲到无清气是啥物所在？咱有圣经咱并一个，第1章23节，第1章23节，伫遐会互咱看到耶稣所讲的无清气是啥物？伊讲，迄时会堂内面有一个邪神附身的人，雄雄画出来。邪神其实伫原文内面就是咧指无清气的灵 ，unclean spirit， 无清气。这甲翻译做邪神，互咱误解。好合本的翻译叫做污鬼，互咱掠做是鬼，迄种误解。伊原文的意思是无清气的灵，刘兄弟，人的心灵嘛无清气，这嘛是啊。所以伫马可福音第1摆讲到无清气，就是这个字眼。伫会堂内面有一个心灵无清气的人，听到耶稣的讲道了后，伊的心内产生极大的对抗。伊对耶稣讲。那说的耶稣，你为什么安怎？讲干扰我啦！你是要来灭毒我嘛？我知影你是上帝的圣者，无清气的心灵，听到耶稣的话的时阵，内心对抗。这甲法利赛派、甲经学教师敢是同款？是啊。因听到耶稣的教示，因对抗耶稣的话，迄个无清气的灵，敢有得到透放无？
耶稣甲学生带入来房间，对因讲：恁敢无明白？恁的心内敢要对抗上帝？恁的心内心灵的无清气，到底什么时阵要清气？这是一个真要紧、真要紧的。安尼人的心灵要安怎得到清气？人的心灵要安怎得到清气？约翰福音15章第3节，耶稣捌甲学生讲：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啊！所以人要安怎得到清气？心灵要安怎得到清气？是需要耶稣基督的话语。伊讲伊来是要来成全律法，耶稣来回归到神帝的传统，耶稣来延续神帝的传统。耶稣毋是要尊谈祖先的传统，祖先的传统是法利赛派经学教师伫遐将10条诫围起来，搁围起来，愈围愈大的围墙，这个围墙。互人喘袂过来。保罗讲，耶稣杀倒用伊家己的身体，用伊家己的性命，杀倒迄个三架的墙，互人会通甲上帝搁好。咱伫咱的信仰中间，其实就是需要转来到伫上帝的话语。掠耶稣基督来成全，来理解上帝的话。弟兄姊，咱济南教会，咱有改革宗神学的精神，因为咱日本时代的传道者，拢是对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的神学部来到伫台湾。明治学院是伫日本真出名的神学院。是美国长老教会所设立的，所以咱早期的日本牧师来到台湾，拢是带着这款长老教会改革宗神学的精神，带信徒认捌圣经，要安怎伫社会中间来实践咱的信仰。日本无教会主义，咱讲。圣书主义，也是圣经主义，这款的传统过去嘛，伫咱的教会真要紧。咱的教会迄个上羽二郎牧师，伊的先生植村正久，伊嘛是安怎刷只延续这款宗教改革的精神，圣经为中心的精神。咱的教会一直拢有这款的传统，包括咱后来洪秀强牧师，伊本身对圣经的研究深入，这是咱教会的传统。咱的教会毋是律法主义，毋是掠人的口传的话语做咱的真理，咱是倒来到伫神理的传统。亲像耶稣用先知的话的解说，亲像耶稣用民数记摩西的话来做解说，迄拢是一种转来到伫圣经不断的改革的传统。咱济南教会应该爱用这款不断改革，通过上帝话不断改革，伫这个时代继续为着上帝。来做见证，耶稣伊所留落上帝国的这个精神、这个运动，就是这项。咱今仔日拢是需要转来到伫圣经上帝话，通过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互这款掠人最中心。会通企图转来到伫掠上帝最中心，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上帝国运动所引起这款的冲突来做反省。阮敢会掠
祖先的传统做阮的标准，刷丧失掠上帝话语，做阮信仰的准则。求你帮助阮，圣神开拓阮明白圣经的话语，互阮通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来成全对圣经的认捌。伫阮的时代，会通与时俱进，不断来改革，互这个世界调往上帝国，看见上帝国伫阮的中间不断实践。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05首，我要重视，请徛徛吟。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的4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全世界疫情的落软，边境管制放宽；第二，为着2023年梅都时间的协调甲有算的会议；第三，为着备办一个戴降节、圣诞各项的聚会，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
这时请郑立忠执事做咱做结束的祈祷。愿伫天地爸上帝，感谢你，感恩三甲地地，通过个人的灵修，通过牧师传讲，通过聚会礼拜，时时刻刻经营咱的信仰。主啊，中国武汉肺炎已经3年，台湾伫10月份开放边境，渐渐恢复疫情前的国际旅行，总是感谢主看顾。国际上甲台湾的疫情伫稳定中，渐渐下降落降。恳求主保守煞只搁较侪、搁较大的开放。政府、医护人员甲国民同胞齐心合力，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感谢主，2023年曙光研讨会已经伫10月29日顺利完成。为了坚固信仰、传播福音，张是当天有侪讨论甲建议，同主甲三甲地地对煞只工课协调，2023年年度预算编列种种的事工，有搁较侪兄弟姊妹三甲努力参与。主啊，今日11月，教会兄弟姊妹同心欢喜举办大降节甲圣诞节活动，以喜乐的心纪念主的降临，甲基督国来。恳求主甲阮三甲弟弟，赐予阮平安喜乐，顺利进行年底上美好的事工。愿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这时，咱来奉献。如果若有新来的朋友，较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这时请恁也会用恁的祈祷，诚做奉献。请大家站起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
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首先，第一项，咱请谢中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吼！咱感谢上帝的恩典，使咱今仔日有好的天气吼。也伫咱少子化的即个年代，咱有一群真有活泼、真有活力，人数也袂少的主日学甲少年团体学生吼。也感谢主日学的老师甲少年团体的干部，因真努力吼。咱顶一年的主日学的教学，就是用马可福音、耶稣的神迹奇事做因的主题吼。甲咱的讲道嘛是有差不多配合吼。所以伫今仔日主日学有办一个活动，就是因的闯关活动吼。对囡仔来讲，来复习因过去一年所学习的课程吼。会当即个活动其实本来是祖父母节咧办啦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延较紧吼。咱欢迎所有的兄弟吼，毋管是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嬷，也是你无带囡仔袂要紧，拢会当做伙来参与吼。咱有备办真丰盛吼，咱会看后壁一张来，帮我看者吼。这是咱的活动吼，所以用耶稣的神迹奇事做一个主题吼。有7个关卡吼，会当闯关，有3个摊位是啉食的吼。后一张帮我拍一个吼。若有以后要参加的兄弟，请咱等下对正手我的倒手边吼，就是各位的正手边即个所在吼，请大家先去领闯关卡吼。闯关卡会生做即落形吼。顶悬有写讲每一个关伫啥物所在吼。有几点甲大家做说明，就是讲咱的闯关，第一个就是无照顺序啦吼，无需要照顺序，所以你先去第1关，先去第3关拢袂要紧吼。第二个就是大家自由来组队吼，阿公阿嬷甲孙仔做一队，爸爸妈妈甲囡仔做一队拢袂要紧，是你家己一个嘛袂要紧吼，几个做一队拢袂要紧吼。若过关的关主会甲你转因仔吼，你若7关拢过，会当到儿童主日学这边会当领奖品安尼吼。另外就是下骹有3个有啉食的摊位吼，有烟泉甲弹珠汽水，人讲南门的吼，搁有一个啥？好，我袂记一个。搁有冰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敢若会当耍一道啦吼。你若要耍第2道嘛是会使吼。但是关主会甲你出一个挑战吼，你要照伊的规矩来吼。斗的时阵，有供应较简单的炒饭炒面吼，大家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甲咱做伙分享吼。等一个若时间煞，若是因还袂准备好，因为咱本来写11点，但是有可能若准备好，咱就会当较早开始吼。若还咧准备，请兄弟稍等吼。对伫咱遮的老师也是囡仔吼，因若做了好诶，咱甲因鼓励吼。若有阮做无到着诶所在，请大家甲我讲，也是来甲叶林校长讲吼，阮会来改善吼。所以再次欢迎各位兄弟今仔日来参加阮的闯关的活动吼，请大家做伙来分享。以上。感谢谢东长老通过主日学对咱所有人的邀请。第2项报告，伫即礼拜六，请小会员出席来召开事工协调甲有算会。第3，即个停车场的使用，请有需要的兄弟来办公室来登记。今年的费用调整做1000块一年。第4项，济南教会即个感恩义卖会伫第4个礼拜27号，妇女团契要来为着即个调募即个宣教中心的改建的基金来举办即个义卖会。有兄弟要来提供即个义卖的即个物品，来请恁含春惠长老、娟娟长老，也是亚秀姐，来联络。第5项，伫即个下晡
3点半，伫即个小礼拜堂啊，要来邀请兄弟做伙看一部电影，叫做《岸上渔歌》。吼，有时间咧，即个支持关心香港的即个兄弟，请恁做伙来。第六项，即个月泰泽祈祷，伫拜三暗时7点半，要伫咱本会大礼拜堂，有林权者傅思超牧师，甲即个美国前美国的白宫国际宗教自由秘书处的主席纳丁曼扎女士要来分享，伊要来为着流亡基督徒代祷，邀请兄弟做伙参加。第7项，伫即个11月13号，就是后一个主日下晡2点，伫大礼拜堂遮要来请大家做伙关心甲对话，来关心大的问题。要邀请到即个 ORS 都市改革组的研究员，即个廖廷辉，本会咱的郑牧师要来做语谈，阁有邱凯丽老师要来主持。第8项，伫家庭的照顾者的支持活动顶悬，总会松年即个长春基金会甲本会要来合办一个叫做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活动。时间伫20号下晡2点到4点半的时，伫教会的主日的教室，欢迎报名参加。团契消息，请来看伫即个 Bravo， 伫即个12点半要来林马克楼聚会，要来请维玉姊妹来分享。香港团契伫3点半，即个头拄有报告过。第4项是妇女团契，伫即个拜二下午10点的时，有一个聚会，要来讲到即个食米的，甲咱人的即个大脑的即个记忆，请有即个机会来做伙来分享。双年团契伫拜5上午10点，要来请林良信长老来主理分享着安怎亲近圣经。搁来第6项是柯世良长老，要来伫即个拜6暗时6点的时阵来主理即个我的斜杠人生。啥年小组伫拜6暗时7点半，要来请叶婷姊妹来主理查经。具体消息，林清哲长老伫11月初3上午安享主怀，女婿86年，愿上帝安慰遗族，厝内人甲认捌清哲长老的同工兄弟。教界消息，12月初4，有一个活动是教会宣教案例的研讨会，这样请兄弟深入看。过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专题的讲座，伫这个拜6 2点，伫济南，咱这个大礼拜堂遮要来看到这个中国20代了后的台湾甲国际的局势，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以上报告，今日曙光的聚会有过。详细请兄弟家己来看。这时，咱请黄牧师来介绍。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廖冰超廖冰超兄弟，王昌长老的欢迎。对加州转来探亲另外来介绍的是王兆邦
赵邦，欢迎。还有一位来台湾读册俄罗斯的青年俄罗斯的Robert， 请起立。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祝福咱众大家。做伙来吟圣诗，就是每遍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黄牧师来祝祷，请徛吟。愿守住五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五望。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岛闭会，礼拜后请兄弟参加中庭的地饼会。若需要带队的兄弟，请恁到这个礼拜堂外面的雨伞卡，和同工为你来祈祷。